揮發成。咁多位嗱現場嘅嘉賓，有邊位想過嚟試下我哋把神刀，同埋試下我哋三教同埋六人之師嘅法力嘅話，而家可以出嚟啦！我哋每年咧都有呢個時段嘅，係試下佢。都係唔知喎，不理喎，你我哋呢度點今日第一大顯威力，大顯威力，大顯威力，有邊位想出嚟嘅，而家可以出嚟啦嚇！大顯威力，都係咁打，都係咁打。頂住，唔使嘅，頂住。好，仲有邊位想出嚟試下？我玩邵德光師傅、四川師傅啊，唔係成功師傅啊，四川菜師傅。阿貴哥，貴哥，你係咪諗住試下貴哥？我哋上次講過，好嗎？好嘢！大顯威力。好，唔該師傅。
位睇下麥導先。風嚟無比啊！聽到啲聲，大家知道嚇。全部都係哦，陳偉峰，玻璃洗面啊！好，絲絨無損啊！心紅搞咗，改唔夠晒。對施工100% 信任啊，大家少少。係有冇錯啊？好，雙腳跳3下啊嘛，1、2、3，好嘅，睇下有冇事先。好，多謝施工大真快。因為我第一個學法咧就係跟住我哋師傅打石佬胡龍師傅學嘅。咁佢睇唔到我，但我16歲嗰陣時咧唔識得，真係太後生，學唔到啲乜嘢。跟住咧就開始去學咗本基本路人神功。多得本基本嘅路人師傅咧，就開咗個叫做道佛樓。咁咧我每一家每一主咧，我哋都係放咗傳教師去學嘅，我得到現在嘅楊師同埋我哋嘅樂吟祖師、茅山法之祖師同埋西邊佛法嘅祖師，得到所有嘅認可聖杯，亦都得到現在烽火與羅林仙道館嘅曹公師傅、西邊佛法嘅范瑞光師傅同埋我茅山白蓮教嘅師傅沈巨成，得到佢哋所有嘅認可。我先至開到呢個館嘅，所以名稱再得到三教老祖師扶持，開咗呢個道佛樓，一路成傳下去。我希望我啲徒弟都可以一路成傳落去。多謝咁多位老師公、老師傅，多謝咁多位前輩，弟子一路都係學習緊，希望各位嘅教導唔怕講我㗎。我哋一定要繼續學習，就算如果我洪文華師傅呢個師兄教我咧，放我胡蓉師傅個法，我一樣繼續學嘅。多謝晒咁多位。好，多謝師傅，多謝晒。好，繼續。中殺。來點乜數先啦，唔該啦。中殺。係。來時黃雲蓋頂，轉時紫雲蓋身。1拜1送請神歸本宮，2拜2送請神歸本位，3拜3送各個門轉宮中各歸原位。無事者盼思勞步，有事者聽助人尊神。又當拜請佛家、法家、仙家、道家、自然考教歷代祖師同埋諸神。東方請神，東方；南方請神，南方；西方請神，轉西方；北方請神，轉北方；中央請神，轉中央；五方請神，轉五方。眾位先師有壇歸壇，無壇歸鎮；有東歸東，南歸南，轉東各歸東南。無事者盼思勞步，有志者請助人尊神。又當拜請龍人師台帶西邊佛祖、茅山佛祖、雲師傅，安前負責傳教體、放生法進、文化合作，合眾弟
睇緊通常一場大吉大利發散前600個身，引福歸託，本集大紅大咁啊！飛入門徒扶顯應扶持弟子發威，合眾弟子公數來先生，為咗麻三個眾師傅就為咗眾為師傅，眾為老師傅。經年晚將回江下，有請師傅珍重，恭送，眾弟子多謝師公。多謝師公扶持合眾弟子為信品洗發發油精神，多謝師公老友萬苦失八打八勝，恭送弟子一陣間就翻館㗎啦，執嘢。好啦，呢樣嘢阿西咧要內化喎，喺身呢度化，睇唔睇？後邊。